明祖师，伊嘛感受讲，伊今日个使命，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时机成熟，伊一定爱赶紧诶方发利生，袂使去美入即个即个垃圾堆内底，伫四会关诶即个垃圾堆，所以呢，伊就出来到广州发信息。那么当然，伊到广州发信息诶时阵呢，拄着印宗法师咧讲业环境。即个印宗法师呢，会使讲是伊诶一个来讲因缘，就是伊借着即个印宗法师诶因缘呢，就亲像咱讲诶叫做因书共款伊诶属性。那么即个印宗法师呢，伊伫后壁伊敢若有注解伊食到87岁食到87岁，而且呢，伊所研究的研讨的呢，就是业环境，甲咱无尽长的研究的底牌真共款。甲咱迄讲学习的顿奖品智铁嘛是读业环境的所以业环境就是后壁咧讲的佛性，常与不常，常与无常呢，伫遐转不出来。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伫即个印宗法师咧讲业环境的时，拄好，迄个时阵呢，拄有风吹翻动风吹翻动，人就讲是机仔咧震动，还是风咧震动两个情形呢，伫遐咧争吵的时阵呢，咱就做出来讲，毋是风动，毋是翻动，是你真正心动，无毋对。机仔咧震动，甲风咧震动，甲咱有啥物关系？其实是咱的心有动，甲咱有关系亲像咱即个智铁妙心枪的伫顿前品后壁，咱一礼拜互咱伫讨学习的伊讲正剑不邪，邪剑不正，甲即个剑有关系？无关系，甲咱的心有关系，对不对？即个剑若是正的，你的心若是正的，伊即个剑就会去做邪事。若邪剑不正，即个剑邪不邪，嘛是甲咱的心有关系所以毋才会讲伊甲迄落咱六祖安尼扑三界，结果拢扑无死，拢扑无着伊的阿妈骨到命。其实迄是一个故事啦，咱嘛无看到。真正即支剑但是咱六祖已经学到有他心通学到有他心通因此呢，嘛才讲我欠你10两银尔，我无欠你的命。只付只欠你10两，10两银无欠你的命那么因此伊讲呢，王正和夫人呢，伊就分享，伊讲就是呢，伫咧客栈送伊10两银，10两黄金来安置因老母的即个原话，即个人客来出世，所以伫遮呢爱拄着六祖甲伊度。哪有册安尼写也不可能因为咧，无伊太讲拄好欠伊10两咱行邮片头前，咱是毋是有看到即个人客送伊10两，互伊倒去安顿因老母，互因老母从良嘛所以伊才会来甲黄门找补助这伊后壁咱学着咧，咱就去了解，因此而且也就是讲，互咱了解讲，六祖讲即句话了后呢，互所有的人拢做害人，就是惊着。惊着讲哇，即个呢绝对呢是五祖呢，互伊生活呢互伊依拜的即个六祖所以呢，而且印宗法师呢，伊就非常尊重所以伊就甲言之常识，正结恶义，见非灵言解理当，不由文字，总闻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人来，博士行者服。非灵愿不敢，总如是作礼，各请传来一卦出世大众，总后问愿，黄梅复属如何之修？非灵愿只修即部，为见见性，不论上宾解脱。总愿何不论上宾解脱？非灵愿唯是义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总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非灵愿法师讲业环境，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果贵德王菩萨得佛言，凡四重经，作5业罪，及1枪提顶，当断成经佛性法。
佛言：圣经有字，一只常，一只无常。佛常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只善，二只不善。佛善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文字有界，凡夫见字，智者了达其性无字。无字之性，即是佛性。所以即段内底也就是呢，咱还是即两页伊即个内底上解精髓的即个所在。那么当然，印宗上师呢，印宗法师呢，已经知影六祖就是五祖传伊播的一个祖师啊，因此伊非常有礼貌家迄个延请到上师。上师就是咱一般来讲叫做上座以早的法师拢爱顶上上座穿着袈裟的咱伫遐咧搭伫遐讲法甲咱即阵我拢安尼想，咱白龙旗的讲师过去可能受了到尾拢爱徛的，恁坐互我爱徛，恁搁会当目睭闭困，互法钟迄工去桃园因为坐车坐3点半钟，互我的骹是丢伫遐。迄下晡功课讲了落来，骹真正袂爬了腿。徛2点钟呢，我互法讲等下骹哪会怎啊酸溜溜落来，佮下晡要去坐车坐上迄个和信的巴士，只骹入去互我佮坐入2号，坐入2号是上头前。即边排上头前，迄骹是袂当伸落，搁爱翘翘。我讲哎哟喂伊伫对咧，有够酸的啦即摆骹酸了，对了骹袂酸，换啥物你敢知？换腹肚枵。搁趁车咧动的，好汉你敢想讲这真正咧宵夜的就对啦咧宵夜，想讲来到车站应该会当买着物件，应该会当买着物件会当互我支持，因为我知影家己呢袂空一了。但是呢，去到迄转运站新的啥物拢有咧卖，惊迄饮料自动贩卖机等下到尾到嘉义就甲阮讲开就讲，老公，你要来载我的时候，记得帮我买东西啊，我快要饿死了。带葡萄干。伊讲袂死啊，会喘尔。好佳哉，互我有茶啦，互我有茶。但是啉茶安怎？爱搁金药真正人讲真正，这有时人生的不如意真正十之八九就对啊那所以呢，而且，互我安尼想就对啦，想讲白龙修道师、白龙武大讲师真正会当消除这点。你问看，若少年的时阵互我40几岁的时阵咧讲道理徛一日下早一场，下晡一场袂晓紧。旧年下早20号，下晡2号时。今年我听着讲爱去功课尔，我就甲佩仪老师讲，佩仪讲师，你不要再跟我排早上人耳，下午合成我快到下午都没力气了。伊讲没有啦，郑经理，今年每个人才有3班。我咧讲话安尼敢有生伊声？伊声偌有用。伊讲今年敢若3班尔，为虾米呢？因为咱5月拢到务中心拢搁甲咱排工书甲排。所以咱5月是拜咱神灵根，所以呢，而且就是讲到这上座，那么延请到上座的时阵呢，当然伊是目的的，伊就是要增解奥义，要甲伊清晰请问的道理真正伊研究的这个道理深奥甲啥物所在，而且呢，伊毋捌的所在，伊要甲伊请教。伊见慧能言简力懂，就是讲每一句咧，拢有当体的本性言辞非常的简单，但是咧意义咧非常的了达，就是拢讲，人讲讲话讲重点，像咱主席因孙讲，校长讲上句讲，校长请说重点，恐怖咧3年伫操场咧讲课，听主席讲，即摆因孙边仔拢爱徛一个老师伫遐，听校长讲上句，伊搁讲校长请说重点，互我听3年的囡仔敢甲校长讲校长请说重点，这无简单，这过去世哪有修来所以呢，而且呢，伊就是感受讲，玉祖慧能呢，会使讲是
伊大名士，而且而且讲，伊讲的话内底不由文字，无文字中，嘛无手之障，非常的明明白白，所以而且呢，不由文字呢，互我提出来甲咱分享。佛陀甲咱讲，我说法而者，依灭众生在生速度，就是佛老经典是度众生。众生如果无84000个百倍，伊佛就无84000个方法来甲咱对比。所以为什么咱若听着迄个老师的话，今日呢，互我去厝教方面呢，阮阿婷啊，阿婷本来即间是安排要调互我去的，但是呢，这因互阿孙伊阿嬷艰苦，伊就袂当去啊。伊经有准备，有一寡伊有甲咱从为领认的。买一寡迄个老师的那些诗签，伊就甲互我讲：“经理慈悲啊，你这个帮或许拿去啊。如果有人布施供佛啊，还是说来开智慧啊，还是人才可以让他们自己抽一张。啊，这就是讲，其实佛老这咱拢会抽着了，咱就讲，安尼四公老师。”即讲我好甲咱抽的即张拄好咱的心病，互我每次抽到的都是后学的心病。亲像互我即间去福州上课，我拢有分嘛，大家拢有分一张。啊，虽然阮电脑师咧分咧买秘书长哪会分互阮一张？啊，互我留着迄张互我叫互我搁爱安怎你敢知？要带动道亲，拢爱讲好话。啊，互我心肝想。咱就无法讲的话，佫无够好话，所以当然会使共学了，拢袂使共批评啊，才是好话。所以呢，佛法一直正正经经，袂使批评道亲嘛袂使批评人才，会当批评家己。若对咱的佛法拢爱用赞叹拢爱用赞叹所以呢，而且不由文字，伊的意思就是讲，我说法者。义语非文，因为讲拢即句话拢是义理归去的，深解意趣的毋是伫文字解入伊。众生说者文义非义，咱众生讲的拢是咱众生的识思识见，毋是达到佛的正知正见。非义理者，该识空无，空无之言，无言无义。重点是即个义不言义者，该是无义。所以讲，咱佛开始正知正见开始互咱众生就是要互咱有法度转识成智合乎是佛的正知正见了，才有法度人真正一甲佛的这利益因此，咱六祖因为伊讲伊后壁伊有讲伊毋捌字嘛所以伊讲的拢毋是文绉绉的就是讲言简意赅随讲的，互咱随会当了解，你看，毋是反动，毋是轰动，真正心动，马上了解，不由文字。那么当然，伫后壁这印宗法师伊佫讲，行者定非常人因为伊对伊已经有了解。九问五问依款人来，莫是行者伊讲咱向人嘛，因为咱五祖互伊依半了后。叫伊呢爱会当方法利生，袂当互咱的这心法呢断转。那么当然，而且伊对来，嘛是对转去伊对咱边来到五祖黄梅遮来去发。那么了要转去方法嘛是转去南屯所以有才有南屯北江的这因缘。那么而且呢，咱规定甲讲不甘那么所以呢，这印宗法师呢，伊就来作礼就是已经是行即个地主的即个礼节啦所以各家传来医院出示代状就是请六祖呢会当出示医院家西甲即个院呢会当出示代状。那么伊个问五文附属如何支受咱五祖五文呢，伊传的这心法这医院是如何来指点传授那么回应讲。指点传授即个为见为论见性，不论上定解脱。这也就是儒家应运的这开始儒家应运开始无做上定无做上定，人讲坐禅的这个的功夫
那么上天咱后壁学着吼，内心不乱为之祥，哦，外形理想为之定。那么伫遮要大家解脱，互我拢安尼想啦，咱后壁有写吼，伊这上天就是真律啊。义如果翻译吼，因为这是翻译，如果若来翻译，叫做静律哦，是形容大家天人合一、定慧合一的这境界。所以伊早呢，互我一个表哥呢，住伫邮局，啊，伊嘛知影佛法呢是第三宝哦，伊讲知影咱开智慧吼，因为伊嘛有开智慧，尾啊伊去坐禅，啊坐禅讲伊拢会当看到伊家己的灵性，啊，伊敢会走火入魔，会哦。所以或许那个表哥早早就离开人世间，因为他走火入魔了，走火入魔了，伊就讲伊逐工伫遐坐禅，哦，啊尾啊伊敢若是破病。啊，无偌久，就讲我表哥迄个江明志，哦，伊早是伫太子监邮局，啊嘛捌伫新营，啊，讲我表哥断掉，我惊一跳，爱甲阮妈妈讲我受甲安尼啊，讲我吼拢迄落头路毋食吼，毋趁钱啊，迄阵互海已经退无做无上班啊，讲互我受甲歹去啊，毋去上班啊。啊，尾啊，我母也讲，哎哟，安尼应该是伊受甲安尼歹去啊，啥物有看到自性？自性就是会讲话会食饭啊，毋得叫做自性。阮小弟甲互我问啦，阮姊妹总甲互我问，伊讲，人表哥讲吼，招我去坐禅呢，讲会当看到咱的灵性。我讲灵性伫咱的身躯顶，啊，你真会当甲我讲话，当底饭来食，下盘去穿衫，迄叫做灵性。我免看着，我就知影。伊讲吼安尼哦，我本来就是安尼要咱看着，要咱看着一缕白烟哦，还是安怎？哦，啊，所以呢，伫遮呢，也就是讲，其实。咱六祖慧能祖师讲的讲，唯论见性不论上定解脱，以至见性，见性成佛。迄讲的咱即个佛法就是讲有一个基础吼来，即个弘慧啊，伊叫做啥物弘慧啊，来开智慧的时阵啊，因为伊是迄个九皇爷的基嘛。所以伊来时候，会做个解说了后呢，我讲咱的周公大礼，因为伊问我嘛爱问伊啊吼，啊知己知彼啊，我们就是大家能够很平和的来开智慧，啊所以呢，伫互我开始请段的时阵呢，其实伊交互我本来沟通了，互我甲伊解说周公大礼了后，来了互我来请段对无？互我开始请段的时阵，或许在请谈，或许的微光是在看他的。哦，因为咱人才足少，内面做上咧，咱地方做下咧，爱的主遮，所以呢，人才伫遐足少，互我有请士兵来，互我嘛这边讲，因为这基础有时会有动作，伊讲吼，伊听着互我咧请段了吼，伊怎啊规身躯吼，怎啊安尼庄严起来对吼，所以呢，伊后壁赞叹，伊直甲何凤辉。伊伫微信内底伊直甲互我邀请，讲互我一撮去呢，爱去伊遐行行，互我甲讲，互我会去，嘛是会去吼。然后敬天地礼神明，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本分，互我往来去礼神明，因为伊是神明，伊九皇爷嘛，赵光明，所以呢，伫遮，互咱了解讲，伫遮见性，其实是咱家己的体会，主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物件，毋是讲啥物人讲有看到灵性，咱着讲看到就看到，互我是较无这感受啦吼。所以呢，而且唯论见性不论上定解脱，伫《淡漠迄个论》内底讲性就是心，看你是道心天路，还是人心天路，还是迄心天路，伫遮做一个分别。那么而且的性，当然就是咱的明明自性，就是咱的心，就是咱的本性。心即是佛，佛即是道。心佛众生，伊是一理的心佛众生一理。那佛就是道，道就是禅。那么禅，咱知影即个禅，就是四单嘛。单就是我们最单纯的心。所以呢，其实道就是禅。那么禅是一字非凡心所求。毋是咱用文言还是用咱的语言的，我都去甲切度伊佫讲，见本性为禅，就不见本性即非禅了。因此，伫咱学经典，就是要咱看着咱家己，要咱看着咱家己，嘛要互咱安怎找着咱家己。咱受经书一记的时阵，
当下看着咱家己。不管你在社会身份是总统也好，吼，还是啥物人也好，互我嘛甲即个何凤辉分享。伊讲，我讲你看你咧开智慧的时阵，你敢知影即边即个代表啥？官地居左，纯阳右，伊嘛有听到即句啊。伊讲啊，老师。啊，毋是官地居左纯阳右呢？啊，为什么他即个官圣帝君啊，即个纯阳右？互我甲讲，咱的佛堂是安尼嘛？咱泉州的佛堂是安尼对不对？左边是这一边，右边是这一边。伊讲哦，是以佛堂的倒手边甲正手边，所以咱上礼代表关圣帝君，下礼代表鲁玄宗。所以伫这个周公大人开智慧的这个礼仪内底。非常的这个赞叹，吼，甲因咧，伊讲啊，一般神道咧拜拜，举三支香去拜拜是无共款的，吼，是无共款的。所以咱今日道经、理经、天命经，只要咱修办道，咱若有一粒真心，道就是真的啦。今日咱咧修办道，如果若是讲吼沽名钓誉的，安尼道就是假的，哦。所以呢，而且讲，就不见本性就非常的。有佛经佮咱讲，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哦，智人调心不调心，愚人调心不调心。毋才有即阵的众生，你看，一领衫2万块就甲穿落，哦，啊，人讲一骹选一个手指，几十万、几百万挂伫个枕头仔咧。互我若看阮江南主做爱看，女人有钱最大，吴淡如主持的一个节目。互我拢看吼，迄拢会摕因兜的宝藏啊来互估价，对毋对？互一个老师估价。啊，有时啊，你若买个10万的，结果迄个老师估价的是1000尔。有呢，有哪有即种的？讲伊伫倒一领吼，买个古董，手环吼，啊买来估价1000，伊大约互骗去啊。哦，啊嘛有迄买个3万的，估价来是30万的。啊，这生活之物，敢要早会转去？毋早会转去。互我就讲江坛主，你较海爱看迄啊。伊讲无聊啊，我讲你足无聊，你煞不要上我研究经典。伊讲我过去是修了无你啊。互我甲讲哦，啊你若要做众生哦，你着拢拄要看人个估价好啊。我爱看呢。我讲你看这有啥物意思啊？我讲啊无你枕头啊挂迄粒吼，阮兜是毋是有迄啥物洞？水晶洞吼，我讲你迄个哪会当摸去估价？结果吼，买10几万的人绝对甲你估价无1万，你一定爱相信我。生活之物根本迄啥物价，咱用早袂转去，哦，早袂转去。亲像阮迄工去小好，遐年小好打电话互我，讲拜六工是要点倒。我讲啊，迄工阮厝长叫阮去，甲你安尼再交代，拜六要点倒。伊讲好，安尼我知影。啊，不拜六吼，阮搁爱去上课呢。哦，有一个，伊讲迄国泰吼，叫伊爱叫人去上课。我讲吼，连记你叫人去上课，上课了会记你带来点道，哦，带来求道开智慧就对啦，哦。伊讲对啦对啦，我讲吼，你爱真仔爱做德，哦，福慧爱享受，你有德，你钱仔记会牢，德食本呀，有德就有土，有土就有人，有人就有财，对不对？有土即有财，啊。这钱才记会牢，啊你若无着，你趁遐济钱，无一定记会牢啊，是毋是安尼？可能你趁的这，等下就有人有要买啥物物件也好啦吼，还是讲咱要来招致也好啦。啊招致若有用，佫袂歹，若无用，就算咱前世欠啊。哦，啊所以呢，而且咱爱了解讲，啥物叫圣人，啥物叫无痴的众生，啥物叫有智慧的人。那么各位浅显，咱在座的今日，咱拢是有智慧的啦，无咱阴暗的想着做单经，哦，互学吼本来要大咱的群主拍讲哦，有没有寒冷假、寒流假哦？本来遐热汹涌哦，只要比遮寒，咱该咱叫寒流假对不对？互学本来要写，毋敢后写不敢写吼，因为今天是后写要学习的，安尼我会失去了缘的机会，因此呢，咱爱去。分辨，哦，爱去先分辨，我是要做后生要牺牲虚言，还是我要做夫妻的众生，爱去做一个哦有智慧的人哦，来开始来调心，哦，开始来调心，要如何真正伫福慧双修的因缘内底并驾齐驱，有法度通达到福慧双修的两足尊。
这是咱今日呢爱去做一个选择的所在。那么当然，印宗法师伊就甲讲，何不论上定解脱那么当然后壁呢，咱玉作明祖师所甲伊回答的呢，大部分呢拢会是伫即个涅槃经内底涅槃经内底，因为伊是咧讲涅槃经的。那么伊着涅槃经内底的真理来对治即个印宗法师。这也就是讲，佛为虾米伊因材施教关机道教的这厉害就是这个所在厉害就是这个所在。那么亲像咱有钱人若去迄个泉州也好青岛也好，伊拢讲金刚经对毋对？你若去青岛讲金刚经迄个人会听甲人讲的流目屎。若来咱福建讲金刚经有钱人等于咱那人才拢甲我讲，江妈妈，有钱人讲的金刚经，我们怎么都听不懂。我就甲讲咱过去是修的根基无够力。咱的机器无够力，你加才听无，你知无？伊讲是所以因材施教的因缘就是遮。但是你若讲人袂听无，人袂听到像迄小头小头，什么小头？小头对，即个做水电的迄，伊是读金刚经的，伊也听了，有一个人要来了，讲我要来听金刚经还是咱领领人去伊拢会去甲伊启发所以呢，而且也是讲。唯就甲讲唯是治法，毋是非法，毋是佛法。就是讲只修上定解脱，甲只修呢，这拢是一种有为法拢是有为法，拢是能求所求的这因缘内底因为为就是能所嘛，能所治法嘛，那能所能求所求，伊就是治法，伊就是对待，毋是佛法。佛法是不拘之法，那么伊会去问什么是不拘之法？后壁伊就甲回答伊讲法师你讲涅槃经，伊咧讲涅槃经的嘛所以呢，而且伊就讲你讲涅槃经，你一定知影讲涅槃经内底佛道呢，伊讲的佛性是佛法不拘之法，佛法是不拘之法。因为伊是本体佛法遗传，本体事实别本性，伊是因，绝对毋是知。那么当然，而遮佛学甲咱分享，伊讲佛法毋是佛法是不拘之法，总经录内底讲，伊所谓的平等真心，就是咱平等真心，自法无知，不拘之法这是实性。所以其实咱就是一心无二法，实性之体，离有甲离无。有甲无，伊是一个对态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立自行真，不由观义所显，毋是咱人会当去看，也是用咱的脑皮呢，有法度去甲思考所以伫道是无形无相，但是咱感受会到道不逢人，但是咱人会当逢道。伊的思想就是个所在，因为咱会当照假修真。那么伫二乘人内底，伊就是无法度讲咱即个体虽然是有苦是一个业报体，可是咱会当照假修真所以呢，不由观义所显，道上显到处拢是道会显真佛法会当讲话，就是佛法，佫无失道互我今若失道去佛法伫遮甲咱分享，会知我讲谈主咱人的命真正有够册呢，互我会知我明白，我讲明白，安尼你知我来主教方便伊讲我人客拄我赞美人甲伊讲因爸爸跋倒伫迄个永康盐行遐咧做庙公70几岁讲跋倒2、3日拢伫盐行遐我叫我明白去盐行，我明白讲迄盐行上远因为伊路痴伊讲无爱，迄盐行上你再来阮兜。即摆若搁较暗，伊就讲阮再倒来量电无你来量电。我明白讲安尼好，我明仔载要载阮老婆去迄落车，我顺路来，甲我载去，伊阵仔去甲桥去桥去悄悄的伊头10点
因为我约9点嘛，啊，伊搁伫遐等因祖囝转来，因为因妈妈讲出去菜市啊，无早手机啊，啊等差不多10点来载互学，10点外，互我敲电话伊拢无接，即摆头11点外，我要食饭啊，还袂食饭呢，啊，伊摕手机啊，伊怎摕安尼啊？啊，老婆唔敢，讲安怎啊？是安怎？我来做阮祖囝传啥物资料？我会知迄个桥，迄个人无喘气啊！我讲，你要甲我惊死诶！伊讲真诶啊，真的嘞。迄个叫阮民保迄个桥，迄个讲哦，谢谢叔叔给我爸爸做最后的服务。伊就讲，哎，最后的服务，就后壁佫一段，我爸爸11点停止呼吸。我讲是真诶假啦？啊，10点遐咧桥诶，10点桥了。啊，我讲，啊，你去桥诶时阵？你去瞧的时阵，你无感觉伊足虚吗？伊讲有啊，毋过伊佫会酸啊，会疼会哀啊。啊，我足轻力的啊，因为我知影伊摔着，这边仔佫转过来机啊，啊，伊足疼啊。啊，即摆吼，阮民保伫车顶来讲，咱人真正足无记得的，当然70岁尔，71岁尔吼，安尼摔过尔，伊囝叫因老母吼，叫因某啦，就是遐讲要甲找迄个养老院尔对啦，讲要去鼻岛啊。遐养老院，啊，即摆伊就甲因囝就讲，无讲去养老院会用欺负咧。我阿姨就甲讲，嘿，茫送去养老院，因为阮某有交代，后摆伊若安怎样，互我交代阮蒋团主叫阮蒋美纯咧，后摆互我若安怎样，毋通甲我送去养老院，因为吼，互我去养老院看咱的道歉，互我看足可怜，真诶。哦，我讲你请外劳来，互我顾，还去爱装监视器。我老念你甲知？迄外劳演袂行，伊真正念落呢，存落呢，存到好清。我讲伫厝爱装监视器，互我交代好啦。啊，即伊就讲，当阮某讲嘛，送去养老院，讲迄养老院有欺负。真正诶，养老院哦，迄阵，互我伫中央遮啊，咱咧贵太太伫遮哦，我定定去啊，几乎差不多逐个早拢去啊。啊去哦，有一间个洗身躯，迄真正去时阵，甲你抱去坐伫马桶顶悬安尼呛诶，哦。我安尼讲，啊，即摆讲了伊讲，人做无价值的，当倒3、4工尔吼，别家己爬起尔，就要甲迄落送去养老院去。我讲，爱在世的时阵吼，伊敢有做爸爸的责任？伊讲哦，因祖囝家某伊早常常来，拢安尼骂甲的讲哦，真汉真开，跋筊流烧酒签啊。我讲安尼伊自作自受，对不对？爸爸无责任啊，无怪你倒落尔，人就要甲你送去养老院，会阁有钱甲你送养老院，阁袂歹。结果我民保讲吼，我讲吼，你家己恁咧祖囝讲吼，啊那个祈愿令尊吼一路好走，安尼有册命无啦？会早阁会用咧，阁会讲我民保讲，安尼敢会足疼？伊讲哦足疼，阁会酸。伊无爱去养老院啦，所以伊无爱去养老院，我民保嘛是安尼讲，去养老院，啊伊就伫遐一个心肝头讲，安尼哦，我第一共找一个人吼，啊甲是爸，我怎么死掉？我讲你毋通安尼讲，你安尼讲我足艰苦，你会感觉讲你今日出发点是祖囝一直甲你拜托过来日，你才去甲巧的吼，咱毋是讲为了伊本来要摕1000互伊讲无啊，免啦500块就好啊，因为伊讲我后座我绝对，伊心肝是讲我后座无爱来甲巧吼，也袂好，啊而且看伊身体啊去吼安尼。我讲互你去，就看哪上喜你就忙上甲笑。伊讲无咧，我头尾就甲摸摸，因为我甲动着，伊边仔佫动伊是足疼。哦，我甲摸着伊就疼咻咻啊。哦，啊佫会甲我哀的，佫会哀的安尼。但是讲对站的，甲会早拢无食。哦，啊伊本来是讲下昼困起，佫中昼夜要佫传来问祖囝讲，啊恁爸有食无？伊先传来甲讲，我爸爸停止呼吸了。所以讲吼，咱人会使讲非常非常哦。伫即个肉体内底，伊是无常，吼，无常千变万化，吼。但是伫咱的自性当中呢，伊是不生不灭的，吼。所以呢，道会颠倒，只要你要识道，你的身体是健康的，对不对？啊，你今日若是颠倒，无法度，吼，就会有一寡障碍。所以食无益障，啊，就是无有食白，吼，无有食白，这也就是咱的佛性，佛法是不二之法。那么伫遮呢，伊后壁，伊就甲伊问呢，哦，你讲佛性，伊是真相，不二之法。但是呢，后壁这个人做这么大的一个罪业，
伊敢会断佛精神，后壁这是伊问的啦，吼。所以伊讲如高贵德王菩萨别佛，因为这就是《涅槃经》的其中的一段吼。因为伊这就是光明变造的高贵德王甲菩萨所讲的，甲伊问的就对啦吼。问这个佛道的讲凡四重一境，那么而且呢，这四重境后壁呢，应该有哪有解说吼？哦，这是互学，这是互学迄天的甲因分享，互我摕着讲，佛性是真相，因为伊后壁，叫咱听一讲分享，这个伫咱顿渐品呢，这自测吼，这一段呢，伊讲佛性。佛性是常，对无？但是咱着做到讲佛性是无常，一切善恶诸法甲发菩提心，伊是无常，伊是常，因为伊甲颠倒摆讲，因为智天已经因仔读了环境，互这佛法呢，甲伊障碍着，就是受主掌甲法执，障碍着这智天，所以来讲个倒边。所以呢，其实。而且伊就甲咱讲啊，是常是无常，后壁伊食常，伊食无常，是常嘛是无常。佛法拢是为着对治众生毛病而不舍而辐射的，因为咱人会百病，佛法度我都甲咱对治。常无常拢是对待法，会用讲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常。这是咱一定爱去了解。其实伫咱当咧学的时阵，咱要有法度人甲明白这个因缘，无法度明白。爱慢慢真的是要有一段的琢磨了后，咱甲我都了解讲，佛性是常嘛是无常，因为佛性本体是常，可是会叫咱若无法度当下若无真我做主的时阵，会变无常呢。咱会真诶会落假空咧走呢。咱若无法度真我做主，其实佛性是法度控制咱诶习性诶。因为咱家己会达到嘛，比如讲像咱即阵，咱若今日咧高谈的时阵，其实人也知影讲咱是食菜，咱是修行人，因咧讲话时，拢会小可赞的像迄庄淑慧迄伊迄本来伊早住迄个沙石仔场的迄讲话是真正，互学真正交去泰国因孙仔讲要买迄个曼谷包，互他咧载阮去结果伊就看翕相互伊看，用迄个赖的迄种视讯互伊看就知影买伊想讲曼谷包应该是一两种尔，毋知影迄间泰国市遐尔济，知影讲我久久无看伊买遐济我毋知影要买倒一卡。伊知影3-4间呢，互我徛伫边惊倒我，即马今日较熟啦，伊若要讲较粗鲁，会使讲，恁这拢修行人，当然确实有影。咱的本心，若叫咱实心做主的时阵，其实嘛是会较咧行。咱今日修行学到了，咱听真理了，咱其实咱拢有法度以真我做主。比如讲互学洪经理爱互学学习这个时阵，我敢会当坐遐看电视，我一定要去读册咧。互学就咧甲洪经理讲，洪经理主边互学的地位真正有够好，顿的拢伫遐。爱看足久的，看伊讲，毋是你安尼尔，我哪看足久的啦。所以你即马甲我讲，恁讲到对的，连怎倒来问我的时，我嘛才会晓。伊讲毋是，我拢毋免看啦。或许说，原来还是要准备的。原来还是要准备的。所以互人感受讲，咱即3个领有影爱承担起来。我以早做领的时，嘛是安尼用逼起来的。所以呢，伫遮也是大家鼓励啦，大家鼓励。这是真常为何说无常？因为一个大师要有法度人教导一个咱讲地主的时阵呢，伊有足侪显卡方便的法门，显卡方便的法门。那么而且四重境，这四重境呢，就四破了伊做第一阴界，第二道界。第三杀人界，第四大妄语界。那么伫遮呢，伊后壁咱师徒，遮伊这叫四重罪所以呢，其实伫即几种罪内底呢，其实咱较容易犯的大部分就是大妄语咱亲像以上的人才，
咱大部分较会管着这个大王语。那么后壁伊佫讲五逆罪，其实这罪拢是重的，无变啊。也是要叫我莫讲，叫做分享，我就讲，因为无麦克风哦，会较出力，较吃力啦，就较出力。五逆罪诱惑五无间业，人讲后盖有关于这无间地狱，就是犯这五逆。这五逆罪，咱后壁有写：杀父、杀庙、杀阿罗汉、化好合精、出佛行现。这罪真正出重的呢，无爸母要哪有咱，那杀父、杀庙、杀阿罗汉，就是讲你去开一个修行人，一个修行人。那么化好合精，讲道场若要兴，就爱精战精，道场呢？道场若要衰呢，着精磅精，而且就是讲，其实伫这好学经内底，就讲咱建议一个团队内底咧学习，不管是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道场也好，我们都是要真的互相赞叹，互相的扶持，互相扶持，互相赞叹。所以讲，这个无间业罪，罪恶极力，极极有理，真的就是无理啊，就是人讲无明已经举起啊，到法度通杀父杀母，杀着阿罗汉，判好合精。那么故为之业是为感无间地甲苦果之恶业，故为之无间业，这叫做五逆罪。来落来1,000倍，伊参题呢，伫互我看迄册内底，写不长的。我可能要拍人遮，我拍足久的我即摆用即台电脑咧拍加足慢的，好佳哉即摆练了有较够拍。无以前互我用桌上型的即安尼拍安尼选的姿势无啥共伫大法咧环境内底，大波涅盘经，伊讲1,000倍者，代表一切诸行基本心不攀缘，一切显化，乃至不生一念之心。互我拢想讲，安尼这个人敢是就是咱讲阿修罗对啦阿修罗虽然是人道，但是呢，伊真正代表一切诸行基本，无咧配合人的无咧配合人的，嘛不攀缘一切显化，所以嘛无生一念之心。这叫义禅题1,000倍定，东断显因佛性印宗法师问六祖安尼讲问六祖讲，这人呢，这做遮济恶业罪业这么轻重，伊是毋是断佛性、断显因佛性那么当然，伫遮伊讲佛言，这是咱印宗法师呢，这是咱六祖呢，伊甲印宗法师呢做一个回答，伊讲。佛甲咱讲，显因有义，伊只常，伊只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所以有时你若是心佛众生一样，你若显了众生心，就是众生。众生是白卖的佛，佛是开悟的众生，所以伊是共款的。所以常不常，佛性嘛有常嘛无常，名为不二，是不二之法。伊食仙，伊食不仙毋则讲互较真较有甲咱分享的，咱王阳明自编的讲无仙无恶心之体有仙有恶意之道，明仙明恶是良知，为仙去恶是结文。所以伫善恶内底是看咱如何去甲伊善分别，去甲伊善分别，要如何善分别了，去甲善用，而且伊佫讲佛性非仙非不仙，看你是啥物佛性天道，那么当然就是仙。你的时阵，若是你的人生天道，就是不仙。那么人生的天道，就是你的佛性袂歹，你才会人生天道有善恶之别。若无呢？伫本体内底拢是不二之法，拢是不二之法。那么后壁为什么会互咱产生分别？
就是后壁这个因缘。因为既然来到这个凡尘世间，运之有界，凡夫建议智者了达其性无知，无知之性即是佛性。如果咱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咱袂吼摄受相形色这五蕴，甲六根感六尘产生六识，这18界呢，甲咱做一个影响哦。因为一切的善恶因缘，只要你若随着正缘，你就法度咯。这是佛界哦，因为一切的缘会当显示，显露了是佛界。那么你若随正缘，就会当显现出四性体，随善缘三善道，随恶缘就安怎三恶道哦。所以呢，而遮善甲不善呢，伊是无分别哦，伊是无知之法。那么伫遮呢，咱佛学呢敢若有资料哦。而且运之有界，界是18界，咱知影六根感六尘生六识，叫做18界哦。那么咱如何善用咱的六根，善用咱的五根，咱的是迄个咱的眼耳鼻舌哦，目睭，咱要如何甲善用？爱安怎？眼观经魂，智灵通哦，耳听声音啊，眼观经魂安那。佛法用用袂记一个，或者五根佛法有背的，耳听声音，智灵通。若目睭就爱看经文哦，若鼻爱鼻啥？咱的道理。若喙爱讲善语，度化众生。若咱的手甲咱的骹爱去办道哦。那么而且呢，这五蕴佛学，以早咱富前人有甲咱注备的哦。这虚空不二，断万念。伫咱空中修妙有。无中修妙，意味这因缘内底，咱拄着一切形形色色有生灭的物件的时阵，咱爱显露咱的一生。你甲我断万念的，因为不知就是咱的一生。你甲我去断万念，若无哦，是来唱歌较好，哎，即阵互我若坐伫遐看天才冲冲冲较好，还是直接徛伫遮，迄落。来了缘较好，当然这有无共款。今日互我若种诚心，我一定伫阮兜咧看，即阵咧做啥？你敢知？叫做天才冲冲冲，吼！佛法老讲，蒋坦说，你若要爱看啦，你因伫咧佚佗，可咱趁钱，你带遮叫时间。但是，迄叫做啥物啊？互我甲讲，你爱互佛法抒发我的压力。我去到大陆吼，无电视啊看咧。即摆若去吼，去台去10天转来吼，伊就讲，你是10天拢无看电视，为虾米逐来去甲阮抢遥控？哦，伊无法要看天才冲冲冲，伊要看有动，无就看迄啥物啊？敢摔跤的啥物？毋是摔跤，拳击。我拢甲讲吼，你看我无爱看，无吼，因为我楼顶的电视吼，已经拢无啥网络啊，对啦。因为我去到房间要困啊，你若搁网络哦，你会看电视对不对？所以迄间拢无网络啊。因此我拢会伫遐后加看。我讲有时啊，我常常出去，逐伊拢出去访亲，也无咧看电视啊，我看一个你啥？伊讲好啦，瞄你啊。咱为歹个咩？会呢？哦，佛法虽然讲咱爱用心来研究经典，可是有空档的时候，我敢会歹个？会，因为呢，你无法度一心天动。原在会受这天的境力量。那么咱如果来当一心天动，咱才有断万念受苦不知心足惊。因为呢，你有感受了后，比如讲我看一束衫，真水，想要买咧，佫有适合互我穿的时阵，互我会买呢，会想要买。但是想要买的时阵，咱咧落地啊，无遐尼济钱。而且莫讲无遐尼济钱啊，即摆用刷卡的吼。可是你若想着讲，免穿到遮贵吼，一领啊，这啊像这900吼，阮昨天买900也袂歹穿啊，迄9800咱毋通穿。你的心足惊诶，惊是安怎？生存无染，而且诶惊是你照了后你若走，惊来敢有你无？所以咱爱心足惊，莫叫伊急去。若上空不知，爱神通天。甲天心共款呢？其实咱今日修办道，咱要以天心为心，袂使有妄想执着。
咱若是讲，今日我是要着功德的，可能咱今日就毋是真正咧办道，咱有时啊咱咧办道，就亲像咧办事共款。哦，当然伫咱德点睛的这激励，就是甲咱鼓励，鼓励咱一种动力。哦，因为愿力才是我们的动力，动力也来自我们的愿力。啊，咱今日若无前人、夫前人，甲咱所有的前辈者，互咱一个压力，咱就无动力啊。因为咱人毕竟拢有惰性，哦，咱拢绝对有惰性的。因为收养若倒，也袂还钱，也袂掠去关，也袂安怎，会有惰性的绝对会有，比如讲以阮来讲啦，咱洪经理来讲，伊坐飞机啊坐3点半钟。各位浅浅，咱以后较有坐过，互我着咱去体会讲，迄种的辛苦，因为伊是做细位，毋是迄落啥物舱啊，商务舱，商务舱无法要坐一间哦。阮甲李文波先生坐一间，李文波先生，阮两个甲目前人呢，啊去见过杨经理，还有洪大姐，结果阮三个坐商务舱，拄啊好迄个经济舱卖了超过，啊阮迄8、9、10号。要去顶悬，这是啥物位？咱遮后要加钱，啥爱坐商务舱呢？伙计偌舒适呢？咱倒来困吼，啊看要安怎会使？但是咱讲的讲，今日咱若要以提升为生，为着要去普渡兄弟姊妹的生死大事，嘛是关系咱家己的生死大事，咱倒迄个诚心嘛。伫咱的思考内底，咱的诚心无法度显露，因为咱的诚心无显露，你就行袂出去，无快活，实在是无快活。亲像咱若去平路啊，阮刚叫阿祖去平路，风出头呢，拢莫伤摇一下，阮两个就惊到要死啊！迄风若头迄飞机是安尼摇的，所以呢，其实你讲袂惊，会啊。等你拄着的时阵，你就试试看就便知道。可是咱有思念伫的，有咱的思念伫的，你的诚心爱伫通天心，你就可以勇往直前。若行空不及观自在。等到你要去做的时阵，你有哪爱用一心，爱以咱的自在菩萨做主，咱的本心做主，咱今日做，才会快活，才会不会一边了愿，安怎一边埋怨？因为是以咱的自在菩萨，咱的自性分做主，而且是要了脱生死轮回，是为着咱的生死大事咧打拼。若色空不及现如来，就是咱爱有法度通转识心智。色心作用的时阵，咱爱有法度通显出咱的如来之心，就是爱有咱转世成智。这是呢，互学而且呢，甲咱共同来分享。那么而且伊讲凡夫见义，当然就是凡夫众生，咱拢以色心起量，所以呢，咱就会有分别。那么智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伊有法度通通达事理，了达基性无疑。就是会当体证到本体，体证到本体，因为不二之性正是佛性。那么当然，你这一段呢，互咱了解佛性有上有无上，是看咱的心如何去显露。你是本性显露，咱就是佛性显露。你若无上性显露，就是咱的色性作用，才有这个分别。因为万法由心生，嘛是万法由心变，而且万法由心生，为色所变，这咱一定爱去做一个体悟，就是讲一切变化拢是咱色心作用的，所以咱的色心有千变万化。这就是佛心显露，赶紧的精进。若即马好人生显露，遮艰苦，遮寒，就去上着做单经，会显露的时阵呢，就众生心，像阮明华领里面可能众生心显露，无开要来上课，甲咱有用的人生教，互我知影，你对不对？
啊，已经是分段的啊，分段毋才会无来，互我毋相信。你若互我人转来吼，等下拍手机啊，甲问伊就讲，经理，我喙齿咧疼。我讲你敢若头毛咧疼，喙齿咧疼。因为咱人是有惰性的，吼，咱人是有惰性的。讲正经的，互我一直有时啊捌回想，互我以早伫咱旧的活动的时阵呢，有一摆，互我真正有够艰苦的。但是伊讲是啥物班？长青读经班。啊，长青读经班就是互我负责，互我偌艰苦呢，但是我无去敢会使，袂使。我徛伫咧家己甲闽南语读经的时阵，我常常要徛袂了。但是转来就好去啊。哦，转来就好去，我讲哦，啊，这真正是业来的时阵吼，爱去庙观才会当消业。因此，互我甲一个体会，只要咱的使命，我们要敢承担。因为你若无去承担，你就没有表演的机会。哦，咱即个汪综合领导，伊咧教因全班咧，全班，互我甲看吼，可能4、500个，大拢穿着因迄个宝光崇祯的制服。哦，伊是咧讲使命必达的课程。啊，使命必达的课程，迄个学员哦，伊拢有咧招学员，我看无一个敢拄久的。因为汪综合领导讲吼，听我的课若会拄久哦，你嘛足厉害。因为汪综合领导的功课是足活泼的，哦，对不对？真正是足活泼的。因此伊讲哦，使命必达这个课程只有2个字：承担。一个因材若无当承担，要会当达成使命是有困难的，哦。因此呢，本来呢，咱本来付钱人推荐你哦2个启慧班的讲师，互我甲这2个启慧班的讲师讲，唯有承担。付钱人只是要后学转达，哦，或许跟付钱人，付钱人你可以你转达吗？伊讲我叫你讲，你就讲，为啥佮摕倒转来叫我讲？或许一直惭愧，对不起，付钱人慈悲，对不起。迄叫我无当承担，对不对？无当承担这个使命，我会甲杀倒转去。结果被教育了，所以以后哦，如果付钱人说什么，我们只有说是，或许承担，才有办法使命必达哦。那么9点半啦。互我绝对袂甲你拖时间，后壁是咱大家咧分享的这个时间应该后壁是无啦吼。那后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后学在六祖坛经呢这个六祖的智慧留下来这个经典，后学真的没有办法以后学的这个世知世见来改做一个表达所以互我有足侪不足，期盼呢咱上天下垂咱在座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讲师呢，会当甲互我做一个多多包涵甲见谅，这是互我真心学习的一个心得所以祝咱呢会当伫道学会当蒸蒸日上，好，感谢慈悲，谢谢。5分无吼，行空不二观自在，四空不二现如来，观自在参现如来，是拢同款吗？观是你爱去做一个静虑现是要显露出来不共。内跟外内跟外。观是那个观。咱三宝指定名称观自在别人在中现如来，伊是已经显露出来显露出来，观是要落观观是要落观，因为这是付钱人伫迄本心经内底有写，所以你若看，然后摕出来看就知影这是互学呢，甲咱分享别就问着恁咱台北较好呢，台北拢医生讲的互我听就差不多，我会当融会贯通所以我后面就是这样看恁即摆互我先讲，等于我爱认真看，爱先融会贯通，互我讲了来当互恁分享因为呢，以早咱台北大部分因有7个咧轮流，所以10点开始
哦，到12点是迄个王正二副领任来维信，哦，因咧有秩序的哦，所以拢袂乱哩。啊来的孙江组长，哦，啊来的李炳，啊来的邦尼，啊来的迄个啥物啊？苏丽，啊来的换迄个阿妙，哦，因拢有法度甲经典讲啊对正动去呢，你拢知吼？网络隐私的吼，啊所以呢讲甲非常的精彩，哦，因为伊嘛是咧研究啦，啊来甲下晡，哦下晡当换阮讲，若黄经理其实黄经理讲，啊阮来讲2点钟呢，1点就开始讲啊呢，啊1点爱讲到3点呢，啊所以吼，其实是了解啦，嘛是学习啦，吼，啊咱黄经理讲就讲。有人无咧外开我，有人爱先准备啊。因为2点钟的课程，等于就是你2点钟的资料，就是咱咧讲课话版共款的。哦，啊，所以一定爱讲摕出来甲咱做伙分享，互咱更加了解。哦，以早互法大部拢会读的还是写伫黑板，尾啊呢，互我感受讲，哦，即摆这投影片真正好用。你用拍暗咧食，对不对？啊，你甲拍的，啊，电脑你若看，互我嘛看。安尼咱就大家会当互相了，搁较详细明了。咱明了了后，咱对这经验呢，会当更加了解了，要如何甲经典生活化哦。伫经典摕出来伫修道的这生活内底，咱才会当真正哦，咱讲甘之如饴呀。读经典真像甘之如饴呢。讲正经个，你来像咱谢老师常常讲的，伊本论语读甲规本乌噜噜啊。互我摕一本去一间个大约行阿祖去的时阵，阿祖讲啊，你太互伫遐问遐久，甲互我问一本呢？哦，伊想讲我即本册太大家安尼乌糟糟，啊，互我拄歹背包啊，啊，公安甲我炸落来，讲我即本是咧创啥？我讲我在修心养性的，啊，真正呢，啊，佫摕叫我写字呢，伊当作即本毋是我的，结果我写对的，我会着对咱另外呢，哦，咱幸福哈。啊，所以呢，即本册呢，伊甲读吼，读到尾你着甘之如饴，甲咱论语的即个谢老师共款吼，伊是逐工摕去读的，人伊早，人讲无读做侪册，但是你逐工甲读啊，当做小说来甲看到尾换伊就别人啦，是毋是？毋是咱想要别人尔，人着做为做出嘛别人，对不对？其实今日咱若无家己转型咱的智慧，咱这是立祖慧做书、法海上师哦，伊所留落来的一部经典，对咱无关系。啊，咱今日咱来甲深入甲研究哦，甲这个经验呢，咱摕来修办道的生活，咱会感觉讲哦，原来今日人生修行是咱一代事因缘哦，世人一己私因，啥物啊？毋是啊，伊迄个自天主一己私人，伊是家己修心为本，这是咱人生的一个功课哦，这是咱人生的一个功课。咱甲我都去做一个体会，为虾米圣人因安尼讲哦？好，或许做到这里就好，麦克风不变，啊，录了不变的是我观音，好，谢谢。感谢天师杯，学道之功，坤道之功。